去钓虾场钓虾啊，伫台湾已经有30年的历史，是台湾特有的消遣，毋免走到天边海角，嘛毋免家己款装备，只要人够付钱，就会当轻轻松松享受钓虾的趣味，同时嘛会当现场料理家己钓起来的成果。泰国虾较大只，食起来嘛较饱脆。因为本身虾仔肉的味较无遐重，所以啥物料理方式拢介会合。不过泰国虾伫咧当初拄来的时阵是无人要食的虾仔。这个故事爱对70年代讲起。公视台语台，台湾好滋味，上怀念的迄一味。